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讲，今日咱来研究4字的成语，尤其拢加强口气讲含的。头一句咱来讲13天歌。较早吼，台湾各校各中的课本无咧教台湾的知识，拢咧教啥？拢咧教13天歌的历史、地理甲文化。这个老辈40、50岁起嚟，你拢知嘛？啊，13天歌这句成语解说，就是讲足遥远的，远在天边。唔则讲我这13天歌的，啊，无可能遐远嘛。嗰种头拄我咧讲含的嘛。啊，到底13天歌这句话对倒位来？来源我唔敢断定，是唔是甲佛教咧讲33天有牵连？这我就爱搁起考。啊，13天歌的历史伫咧教，当然真侪知识分子就感觉安尼要哪有理？大家出来行，甚至有个人牺牲家己的自由，掠去关坐政治的乌家牢；也有个人掠去枪杀蹦雕，牺牲性命，总是出万金力要将戒严的政权淹过去。这正台湾过去发生过啊！出万金力，原来4字的成语，原来国政头拄我咧讲，加强口气咧讲含的，咱所有的力量咱甲使出来，安尼讲做出万金力。就是讲食灵啊，咱就使出来就对啊。啊，咱要哪有万斤的咱通好使，这就是正咧表明讲我真拼力。安尼讲做出万斤力。不过你嘛知，你嘛知影讲，真正一个民主时代到啊，哇，各种的政治人物形形色色拢浮头，一个主张一款，有个人牙讲哇，咱就要行东；有个人主张讲，咱就要往西。好甲台湾社会，但即马有人嘛咧犯嫌讲头较大身。头较大身，原来成语，原来咧描写，原来咧加强口气讲含的，亲像有一句立起来话讲：4娘鸡啊，半斤头，要哪有可能？4娘鸡有半斤头，安尼头较大身啊咧。毋过这句立起来话要互你接，就是接一个大头家。啊，有影你国政头拄我咧讲，民主社会有民主社会缭乱的所在，嘛有迄个政治人物敢若啥你敢知？敢若即马网络顶头，敢若一夜咧甲你骗。哦，这张相片咧，甲你讲吼，这头仔岛吼，屏东种的，你进来买，结果叫来都毋是你。到尾啊，伊家己研究，发觉讲，哇，这张相片互看破骹手，赶紧换别张，换第2张一夜色的诈骗。这个政治人物嘛有啊，所以头较大身，咱就要靠咱的智慧，重新来甲解决，互台湾行出一条光明的路途。